在2019年，咱台湾正做亚洲地区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。不过，咱台湾人若准备甲外国同性经判结婚，是限定爱来自同款允准同性婚姻国家的人。进前就是对澳门甲台湾的经判想要登记结婚，不过煞互拒绝。经过司法的判决，其他总算是摕到合法的结婚权路。这对有情人今仔日也去户政事务所登记。这是真的等很久，然后中间其实发生很多事情。那我们比较幸运是我们都有办法留在台湾。向大家点出新的身份证，顶悬加了红色的名，伊是姓吉。伫2019年10月，甲来自澳门的阿姑想要登记结婚，不过煞互户政拒绝。经过1年外的官司，两个人总算胜诉，会使登记结婚。拒绝的原因就是说，内政部呢有一个函释，那个函释的内容是说，如果台湾人要跟外国人结婚，非台湾人结婚，那么必须要对方也是来自允许同婚的国家或地区。我们台湾法说要依各该当事人本国法，那他的本国法本来是澳门法，可是澳门法说当事人结婚这件事要依他的常居地法。那他的常居地刚好是台湾，互相替对方挂手指，嘛收下大家祝福甲青花球。阿姑甲姓吉一路行来是真无简单。这摆因胜诉，毋是代表台湾已经允准所有跨国同性婚姻。伫台湾也有真侪无共国家状况相像的跨国伴侣无法度结婚。想到这，阿姑就哪有甜。3读通过之后，全场在欢呼。我跟凯莉他们在一起哭，看着别人结婚，但是自己不能结婚，那感受其实一点都不好。其实外国法如果是拒绝同婚，按照台湾大法官的解释，同婚已经是基本人权了。那这样适用这个外国法是违背台湾的法律秩序的。判例并认为，台湾跨国的同性伴侣若要结婚，需要看对方国家的法律，这违反着台湾的法律。针对这点的改善，因认为内政部甲司法院有互相杀责任的状况，所以向监察院提交陈情，目前正在调查。记者郭北君、陈派文台北报道。